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子明哥。今次咧就想同大家講一個關於2025年成個採寶 market 究竟發生咗啲咩事。咁今次呢個 report 咧由叫啱啱喺2026年1月中出嘅一個 report 啊。咁呢個 report 200頁紙㗎。咁裡面講關於紅寶、藍寶、綠寶同埋翡翠嘅。咁翡翠咧我就唔講啦。咁講呢個 report 之前咧，就同大家講一講呢一間公司啦。1980年咧就開始嘅，係一間美國公司嚟㗎。咁除咗有 LA 啦、大陸、泰國啦呢啲咁嘅國家之外咧，咁呢一間公司嘅證書對於寶石係好專業嘅，好似 Gregory、GRS、GIA 啊嗰啲啦。咁呢一份證書咧，其實喺近期啦，越嚟越多公司咧開始轉用呢一間公司嘅。最大原因係因為佢平啊，好多時候咧出證書咧幾嚿水咧就出到一粒寶石嘅證書㗎啦，甚至咧可以出到好多寶石嘅 colour 顏色啊，譬如紅寶嗰啲 Pigeon Blood 啊、木佐綠，甚至好似海藍寶嘅 Santa Maria 或者勒冠嘅 Tourmaline 啦，佢都可以出到㗎。至於其他啲老牌啲好似 GRS 啦，佢咧就比較貴啊，最平嘅都要250蚊美金出一本書，同埋咧佢時間好長啊，咁所以咧越嚟越多公司就開始轉用呢一間公司啦。咁同埋因為呢一間公司咧喺好多地方咧都有 centre 㗎，咁所以亦都好方便我哋好就腳就可以去到出證書啦，包括香港都有啦。咁今次佢呢個 report 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，有好多鋪友就嚟我子明哥鋪頭啦，就買寶石，成日咧佢就聽我講話嗰啲寶石咧升啊，話寶石咧係唔會跌嘅個價錢，咁究竟係咪真咧？係咪究竟係我吹水啊？定係真有其事咧？咁今次呢一個 report 咧，其實係俾業內人士睇 report 㗎。喺佢出呢個 report 嘅當日啦，其實咧有一個好大嘅 seminar，咁我哋可以睇 online 嘅。咁完咗個 seminar 之後咧，就係到呢份 report 啦。咁我唔同大家講太多，咁但係咧我就講幾個重點，好似翡翠咁我都唔講啦，係咪？即刻開始。首先講紅寶石先啦，睇一睇呢個表，大家就係紅寶石拎去 grading 嘅數量，由2017年開始將啲紅寶石拎去 grading 嘅數字，你見到係逐年攀升㗎，去到2023年就去到最高峰，去到2024年咧就輕微回落啦，去到2025年啊，即係上年又開始回升翻啦，就反映咗紅寶石嘅需求由2017年開始，紅寶石嘅需求唔知以幾多倍嘅倍數上升咗。其實好簡單嘅，你諗一諗，當一啲紅寶石喺市場上兜售嘅時候，好多客人啦都需要係證書㗎，咁所以自然啦，啲紅寶石拎去 grade 證書嘅時候，即係證明市場係有紅寶石嘅需求咯。所以紅寶石咧嗰個需求係絕對係以倍數上升。再睇下一幅圖 Pigeon Blood 即係甲血紅嘅紅寶石需求咧，亦都係佔主要嘅出貨量。而紅寶石啦最受歡迎咧就係橢圓形，之後就水滴形，之後就 cushion 嘅。咁因為咧橢圓形咧係好好咧咁反映到嗰個顏色同埋個火彩嘅。嗱，再睇呢一度啦，係 below 1卡嘅紅寶石咧係佔咗成個成交量嘅超過50%。咁至於1卡去2卡咧就係佔咗36% 㗎。咁之後啦2卡去到10卡咁就佔咗好少 percent 啦。咁其實點解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咧？唔係因為2卡至10卡唔受歡迎，而係因為2卡去到10卡咧呢個稀缺度啊，市場其實呢一類靚嘅貨啦，尤其是 Pigeon Blood 啦係非常少，所以成交量咪少啲咯。至於佢點睇成交量咧，其實佢係根據 Gemfields 裡面一個拍賣記錄，而呢一個數據咧絕對係一個真實嘅數據，就唔係大約啦。咁所以呢一個數據咧係極具參考性嘅。嗱，大家又睇一睇呢幅圖啊，就係嗰間紅寶石嘅價錢 Gemfields 喺最近5次嘅紅寶石拍賣會裡面平均每一卡嗰個價錢，咁每一卡數，因為佢哋個拍賣咧唔係淨係話1卡2卡㗎，甚至一啲 lay 石係講緊1份甚至 below 1份嘅，佢都會拍賣一包一包咁拍賣嘅，係做一個 average 咯。但係呢一條線你會見到，去到05年同埋03年嗰個價格咧係升咗1倍嘅差唔多。所以我成日話紅寶石個價錢真係咁升，真係唔係呃你哋。同埋咧 Gemfields 個產量統計啦，由2023年6月每年咧係講緊出產30萬卡嘅紅寶石，係咪幾犀利啊？全球30萬卡，咁有大粒有細粒㗎，咁梗係細粒嘅佔咗絕大多數啦。咁但係去到2025年嘅6月咧，只係紅寶石生產只係得7萬卡啫，跌幅係高達80%。即係你會明白啦，由頭先第一幅圖見到越嚟越多人咧就拎啲紅寶石去 grade， 即係越嚟越多人需要紅寶石啦。咁但係產量咧又跌咗80%喎，供求定律，需求越嚟越多，供應嘅越嚟越少，仲少咗80%。咁你話個價錢有冇可能唔升咧？係咪？所以淨係呢2年咧，每一卡嘅價錢已經升咗2倍。咁你會問啦，係咪紅寶石最出名嘅緬甸係咪升得最好咧？咁絕對係嘅，但係個礦已經絕咗啦嘛，咁所以都冇辦法㗎啦，想要都冇啊。咁但係咧有一個數據咧好得意嘅，就係好多時候咧喺我鋪頭成日見㗎啦，莫桑比嘅正紅色紅寶石嗰啲礦區咧，嗰啲老礦啊，其實咧已經接近枯竭㗎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好建議大家真係緬甸紅寶石咧幾乎遙不可及㗎啦，無燒紅寶石緬甸嘅。咁但係莫桑比嘅無燒紅寶石咧，1卡或1卡以上啦，或者
者兩卡啦，我覺得仲係可以入手嘅，貼地少少啊，你即係幾萬蚊咯，冇燒嗰啲有啲平嘅甚至2-3萬蚊都有。咁因為咧嗰啲老礦啊，即係靚嗰啲正紅色紅寶石莫桑比嘅已經係接近冇噶啦，到佢真係冇嘅時候咧，就會同緬甸一樣，就係咁上噶啦。如果你諗住買嘅話咧，真係早買早享受，遲買咧就唔係貴幾嚿咁簡單噶啦。另外啦，就係有燒定係冇燒呢個問題啦，又睇下呢一個圖喺2025年啦，呢一幅圖咧就係成幅咧都係2025年嘅，藍色咧就係緬甸，紅色咧就係莫桑比。緬甸出證書咧依然係多啲嘅，嗱唔係莫桑比唔多，只不過咧好多時候啦，莫桑比嘅紅寶石大家咧唔係好 grade 佢呢個產地，大家依然覺得緬甸係好貴，所以咧如果嗰粒係緬甸咧先至去出產地嘅啫。咁如果唔係嘅，大家咧就約定俗成咗覺得佢係莫桑比，咁所以咧先至係莫桑比係少啲咯。咁其實咧就算係都好啦，其實咧你見到咧已經越嚟越接近啦，見唔見啊？去到3卡5卡咧，其實幾乎係一樣咁滯。當然莫桑比都少啲啲啦。咁同埋大家又睇一睇呢幅圖啊，紅寶石咁梗係冇燒，唔好話紅寶石啦，所有寶石都係噶啦，冇 treatment 一定係最貴嘅。咁但係咧，因為紅寶石咧而家呢個情況啦，冇燒咧實在太貴啦，尤其是緬甸紅寶石冇燒，閒閒地都10幾萬粒。咁所以啦，而家咧好多咧就開始傾向一個 H 或者 H1。見嘛，呢幅圖有講啦。咁所以因為紅寶石越嚟越貴嘅原因啊，咁大家咧都追求個靚啦、紅色啦、質素嘅問題咧，因為荷包嘅問題咧，都可以將就下去有燒 H 或者 H1啦，或者甚至一啲 H2啊，或者甚至玻璃填充嗰啲咧就非常少噶啦，因為嗰啲咧價錢係好低嘅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揾紅寶石啦，有燒嘅話咧，就 go for H 或者 H1啦，咁盡量咪冇燒咯。咁但係冇燒又貴啲，咁所以咧如果想靚少少啦，望落去 H 啦或者 H1嘅話咧，budget所限，我覺得 OK 嘅。你話我冇所謂嘅，咁梗係冇燒就好啲啦。咁市場都講俾你聽嘅。嗱，去到呢一個圖表，有趣嘅呢個圖表，首先你會望到拍賣嘅卡數，嗱2024-25年越嚟越少，由44萬卡去到得9萬幾卡啫，即係冇咗80%拍賣嘅卡數。大家唔係唔想拎出嚟拍啊，而係大家已經冇貨啦，越嚟越少貨。嗱，成交啊，你見到拍賣嘅份數係幾乎拍賣晒嘅，咁90零個 percent、100%、95%當佢成交晒啦。卡數越嚟越少嘅時候，咁自然成交金額梗係低啦。咁但係啦，平均每一卡個價錢咧係每一年咁樣上升㗎，係非常勁。而家個紅寶石真係有價有市。咁我就講一講下面啦，2個星啊，因為咧已經係冇一啲好高級好靚嘅紅寶石啦。佢呢度講係咩啊？6月咧主要出售一啲細粒嘅紅寶石啊，同埋一啲重量大、品質差嘅紅寶石。咁所以有一啲成交卡數咪細啲咯。但係可以睇到啦，靚嘅質素高嘅紅寶石喺市場上真係越嚟越少。咁我講講一個總結啦，紅寶石就係話而家呢個市場趨勢啦。2023年嘅時候咧去到頂峰，咁2024年嘅時候咧價錢咧就冇乜點升，但係都好平穩。但去到2025年啦，即係啱上年啦，又再上升翻啦。你見到個價錢啊，至於嗰個受歡迎程度啦，依然係靚嘅質素紅寶石 Pigeon Bud 咧係主導個 market。咁同埋呢一類寶石咧，其實已經越嚟越稀缺，同埋咧而家 Internet 越嚟越發達啦，消費者咧對於高品質嘅追求咧係越嚟越成熟啊。同埋至於 hit 呢樣嘢啦，之前咧大家唔係好現實㗎，就話好似我啲客都係咁㗎，我要冇燒，我全部都冇燒。咁但係呢一樣嘢咧，慢慢開始咧已經去到趨向理性啦，即係有燒 hit 啦或者 H1 啦都開始接受啦，因為個價錢平啲，始終市場都係追求個美感啊，同埋控制翻個 budget， 要做一個 balance 咯。呢個報告都有講，其實我自己都發現啦，就係咧以前咧就追求 Pigeon Bud 啦，但係而家咧年輕嘅消費者咧都越嚟越追捧呢個紅寶石啊，佢哋開始揾一啲淺色啲嘅，冇咁 Pigeon Bud 嘅，個顏色咧帶少少粉色調嘅，我哋叫做熱粉啊，都開始咧越嚟越貴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想入手嘅話，都可以了解下。好啦，講完紅寶石，講下藍寶石啦。嗱，睇呢幅圖啊，藍寶石咧同紅寶石個趨勢咧基本吻合，又係2023年去到最高位，之後24年就跌翻啲啦，去到25年啦，開始咧就唔係好同紅寶石，佢咧同2004年啦就差唔多噶。咁其實啦，以我哋平時睇個 market 啦，其實係講緊2023年啦，嗰個紅寶石價格咧突然之間抽升咗。咁點解2024年見到佢咪好似平穩翻啊？就係因為咧個價錢咧突然之間好似升咗好多，你諗下，由250蚊去到320蚊，嗰個升幅咧係差唔多30-40%。我哋呢啲買手啦，哇，貴咗咁多，唔買咯。其實就係咁樣。咁但係大家都估到啦，大家咧對呢個高價位咧，其實要係有一個適應期。咩意思咧？嗰啲嘢貴咗，但係咪冇人買咧？又唔係喎，原來好多人依然係買啊！呢個價錢都咁，所以咧04年左右咧就好平穩，大家接受咗啦。開始去到啱啱05年又扯升翻啦，45度角上升。嗱，睇一睇呢幅圖啊，藍寶石咧依然係 Royal Blue 皇家藍同埋 Crown Flower 就係刺車菊藍寶石啦，依然係 dominate 咗個 market 嘅。咁當然皇家藍啊，梗係再勁啲啦。咁至於彩色藍寶石啦，即係嗰啲粉紅色啊、
啊、橙色啊，仲有好重要嘅一個叫 Purpurata， 亦都係屬於彩色藍寶石嘅。呢一樣嘢陣間再講下。咁睇一睇呢幅圖啊，絕大部分嘅藍寶咧都係講緊3卡至1卡嘅，3卡4卡多啲啦。大粒嘅藍寶石啦，10卡以上或者5卡以上咧，其實係非常少嘅。所以啦，如果你哋見到一啲5卡嘅藍寶石咧，即係意思咧個市場好少，價值咧就更加高。去到望一望呢個彩色寶石受歡迎程度啦 ，Purpurata 係佔比達到30.6%，亦都係單價最高、需求最強勁嘅品種。嗱，至於薰衣草色，即係紫色系啦，同埋熱粉，即係講緊粉紅色啦，亦都增長得好犀利。所以啦，如果藍寶石你唔睇藍色嘅話咧，你就要諗諗 Purpurata 紫色同埋粉紅色啦。但係粉紅色咧唔係普通粉紅色喎，佢係要熱粉喎，即係講緊係叫 hot pink，即係唔係 pink 嘅，係即係好鮮豔嗰種紅色咧先至 OK 嘅。我記得咧喺大概年幾兩年前啦，有一個客人咧買咗一對粉紅嘅藍寶石，好靚啊！講緊嗰陣時好平我賣得，所以佢應該賺晒錢㗎啦。都恭喜我呢個客人啦。咁至於產地啦，藍寶石依然係斯里蘭卡最犀利啦。咁但係咧馬達加斯加呢個產地咧高品質嘅藍寶石啦，其實供應量咧下降咗一半啊。而馬達加斯加啦高品質嘅藍寶石咧，其實可以媲美喀什米爾㗎。點解會咁嘅情況咧？其實地球咧喺唔知幾多億年前啦嚇，其實馬達加斯加咧係同斯里蘭卡咧係同一個板塊嘅。咁之後幾多億年之後就分開咗啦，分開咗好遠添啦。所以馬達加斯加都有藍寶石㗎。之前就話斯里蘭卡一定係正啦，其實而家咧馬達加斯加絕對係一個非常有潛力嘅一個地方，因為佢個礦咧越嚟越少出產啊。咁所以做一個總結啦，藍寶石冇燒嘅其實越嚟越稀缺，亦都越嚟越升啦。至於市場咧對於有燒嘅藍寶石咧接受程度咧同紅寶一樣啦，越嚟越高啦。原因同紅寶一樣，無燒嘅越嚟越貴。咁為咗靚啦，咁所以咧有燒咧大家都開始接受啦。好啦，咁啊到講下綠寶石啊。嗱，綠寶石咧就都幾得意。過去咧3-4年咧祖母綠嘅銷量同埋價格咧都非常平穩，又唔會話突然間貴咗好多或者跌咯。其實冇跌過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你當然睇翻2017年去到2000年啦，其實個價錢咧係微升嘅啫。但係去到2021年咧係跳躍咁樣升啊。但係去嗰啲4-5年啦嚇，個價錢咧就都好平穩嘅。咁大家覺得啦，佢個價錢咧比起紅寶石同藍寶石咧係比較落後㗎。咁目前啦，啲寶石學家咧就覺得而家係一個好嘅入手時間，即係好似股票咁啦，追落後咁樣。綠寶石祖母綠切割經典嘅八角形啦、小八角啦，就係最受歡迎嘅切割啦。咁睇呢個圖咧，就睇到 Gemfields 嗰度拍賣綠寶石嗰個原石拍賣係好平穩嘅。嗱，大家會見到啦，下面一啲叫商業品質，一啲咧就叫高品質。何謂商業品質咧？就即係做一啲細件嗰啲嘢。你會見到咦，一粒好細粒嘅綠寶石，做隻戒指仔，做個吊墜仔，嗰啲細粒嘅可能係10粉20粉，即係用啲鑽石圍住佢啊。嗰啲咧就叫做商業品質，或者係一啲就咁見到綠色就綠寶石啦。嗱，另外一啲高品質，嗱，何謂高品質咧？即係講緊係可能木咗綠啊、通透啲啊、大粒啲啊，嗰啲就叫做高品質。咁因為咧價錢咧都係比較平穩啊，咁所以咧而家呢一刻咧依然可以買到一啲比較靚嘅綠寶石。如果而家咧睇綠寶石嘅話咧，因為呢幾年咧就冇乜點升啊，所以嚟講我鋪頭都知噶啦，我都話綠寶石咧係比較平穩嘅。咁所以咧而家呢一刻要揾綠寶石咧，盡量啦嚇，當然都係睇budget啦，就係睇靚色同埋比較清嘅。嗱，綠寶石咧不嬲都好多難物噶啦，所以你要揾到一粒清嘅綠寶石咧係好難噶。所以咧我建議啦，首先揀一啲要有火彩嘅 VV Green 或者叫木咗綠啦，顏色好，淨度就相對好啲，同埋比較有火，我哋叫明亮啲嘅石頭，盡量揀靚啲啦。咁但係因為咁樣嘅綠寶石咧，以前啊講緊10幾年前，綠寶石不嬲係貴過紅寶同藍寶嘅，係最貴嘅寶石嚟綠寶石。但係而家俾紅寶同藍寶超越晒啦，綠寶石依然可以係揀一啲靚少少啦。咁見到有一幅圖啦，綠寶石咧好多時候都係有油，即係 oil。大家睇一睇呢幅圖知啦，絕大部分咧都係 minor 70幾個 percent 佔咗。咁即係咩意思咧？經過油嘅處理，咁但係微油係好 OK 嘅，所以大部分啦，甚至拍賣啊都係講緊微油嘅。但係見唔見裡面啊有兩樣嘢，一個叫做無油，一個咧就係無油，亦都係有殘留物，屬於咧都係無油類嘅。咁所以你見到係好少嘅，無油就係更加稀缺嘅。啱啱咧我都做咗隻戒指俾一個客啦，我都好恭喜佢，因為咧嗰啲無油嘅綠寶石啦係我之前入㗎，咁佢都買咗，我都好戥佢開心，因為我價錢我都冇加過，所以佢恭喜佢好靚。因為無油嘅話咧，靚嗰啲咧係好通透㗎。你諗下，通透嘅綠寶石已經好難，又通透又要無油，就係稀有上面更加稀有。唔知佢會唔會睇到呢個 YouTube 咧？如果睇到佢應該幾開心。咁所以咧，我做個總結啦。而家綠寶石價錢咧呢幾年咧比較平穩啲，而家入手係一個好嘅時間嚟嘅。佢又未去到好似紅寶藍寶咁樣升法。咁但係如果買佢咧，就買啲高質少少啦，因為趁佢未升嘅時候買啲高質，咁樣咧升咧都係高質嘅升先。嗱，下面講翡翠嗰啲咧我就唔講啦，就講一講世界各地嘅寶石產業啦。泰國依然係最主要嘅寶石出口國家，唔係話泰國有出寶石，只不過係好多寶石啦，全世界就先去泰國，咁就再出口去其他國家。我哋做啲行啦，好多咧都係去泰國買石嘅。咁但係我又有少少
少唔同啦，我就係 before 啲寶石去泰國之前咧，我已經去㗎啦。好似啱啱我上個禮拜咧，我喺非洲翻，我又會去坦桑買坦桑石啊，即係類似咁樣。咁啊早少少，咁又會平翻少少咯。同埋咧，而家全球嘅高品質嘅寶石其實係供不應求，你見到㗎。其實點解會咁咧？21年、22年開始，寶石嘅需求見到頭先嗰啲圖表啦，見到個需求咧係直線上升嘅，係咁。但係靚嘅寶石唔同黃金啲實驗室鑽石啊嗰啲咁樣啦，係好似啤出嚟咁噶嘛。高品質嘅越嚟越少㗎，就好似頭先講過啦，莫桑比靚礦已經冇晒，坦桑石兩個礦其中一個礦啊死埋，一個礦就係夫啦，馬達加斯加又冇咗一半啦。唔係我講嘅，呢個係個 report 講㗎。另外啦，黃金價格越嚟越上升，所以咧變成好多客就買咗粒寶石就唔做珠寶住，因為做珠寶就要做茄金啦，係咪？茄金而家貴啊嘛。同埋睇頭先幾個圖表啦，國際拍賣會嘅數據顯示咗高品質嘅寶石啊個產量咧真係急跌㗎，好似紅寶石跌咗80%，但係需求紅寶石嘅人唔會少咗㗎嘛，供求定律咪升咯。另外啦，因應個圖表，無論係紅寶石啊藍寶石都好，個市場咧開始會從產地嘅迷思，即係以為一定要斯里蘭卡嘅嗰啲，慢慢咧回歸翻去美學同埋個 quality， 即係嗰粒嘢顏色靚唔靚、通唔通透、有冇燒呢一類嘢，而慢慢開始唔係咁注重個產地。去到藍寶石啦，就睇2卡或以上，鑽石個價錢咧咪係咁跌嘅，鑽石市場低迷，藍寶石2卡以上嗰啲咧係好成功咁接收咗一啲原本諗住買鑽石嗰啲消費啊。而家祖母綠咧性價比真係極高嗱，去到呢一度啦，近排咧黃金價格浮動得好犀利，個個都話黃金係升值升得好緊要。我呢條片出嘅時候唔知黃金價格幾多咧，但係前嗰幾日黃金價格曾經上升到去5600蚊一盎司美金啊，但係過咗1-2日啫，就已經跌翻落去4600蚊，即係跌咗成1000蚊啊，由高位。好多人就話黃金價格保值就要睇下你幾時買啦，咁所以啦，保值就真係要睇下你喺邊個時間買啦。咁我呢個咧就唔係投資頻道嚟嘅，好多時候咧啲客人嚟我度買寶石咧，我都會同佢講要買咧，中意嘅就真係要買啦，除非諗住唔買嘅啫呢一世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而家唔買覺得貴，遲啲仲貴。大家睇一睇呢個圖表，係由1980年開始，你見到上面係講緊2024年啊，即係講緊40年寶石嘅走勢，你會見到幾乎係冇跌過嗱，中間有少少升跌啦，咁實有噶啦。但係呢40年除咗鑽石咧就比較算係平穩少少啦，係咪嗱？有圖有真相唔係我講嘅。如果你話黃金係保值嘅話，咁鑽石同埋寶石你會點睇咧？咁我都明白嘅，寶石類咧係比較難出手啊。嗱，黃金你是但去一個出面啲連鎖大品牌佢都會收，咁但係都會小心係嗰個買出買入。如果你有留意啦，係相差成20% 㗎。咁即係咩意思咧？而家你買啦，除非嗰個黃金價格升咗20% 啦，如果唔係你都係跌嘅蝕錢。黃金價格升咗20% 之後咧，你就會打和啦。如果你賣咧，你都係蝕價，一買即跌即蝕。咁所以啦，呢樣嘢都係要小心啦。但係寶石咧就唔會話一買就即刻賣，佢唔會當佢投資品嘅，因為寶石係好靚噶嘛。咁你唔係話黃金一條條金條擺個頭度噶嘛？但係寶石真係可以戴喺手指、耳仔同埋個心口度噶嘛？係咪？係靚噶嘛？咁我咧就唔係一個投資頻道啦，咁但係純粹講一講2025年究竟呢幾年啦喺寶石裡面發生咗咩事，同埋咧呢一個咁嘅 report 咧網上面咧係 download 唔到噶。咁係我亦都係 Guild 嘅 member 啦，我都想 download 啊，我都揾唔到啊。咁之後咧我係要問喺 Guild 裡面做嘅同事，我叫佢俾我，佢先俾到我咯。所以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咁好啦，我呢個 YouTube 咧就去到呢一度，希望呢個 YouTube 大家覺得有趣啦。我指明嗰個鋪頭咧就喺中環威廉頓街14號地下，係地鋪嚟嘅，地鋪平過樓上鋪啊，仲更加專業添。如果你有任何寶石嘅問題，歡迎隨時聯絡我香港電話985888858啊。如果你中意呢條 YouTube 嘅，希望你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。拜拜。